鐘鎮濤同張小慧嘅恩怨情仇，一場風暴中嘅愛恨交織。講起香港娛樂圈嘅經典恩怨，點少得鐘鎮濤、亞 B 同張小慧呢對昔日神仙眷侶？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出長篇連續劇，由甜蜜蜜嘅愛情開始，到金融風暴中嘅債務糾紛，再到離婚後嘅親子爭執，簡直係恩怨情仇嘅教科書。呢個故事唔只涉及愛情、婚姻、金錢，仲牽涉到家庭、子女同公眾輿論。今日我細細描寫佢哋嘅關係，帶大家重溫呢段跨越幾十年嘅風風雨雨，由佢哋相遇開始講起，一路落到最近2026年張小慧嘅訪談，一切都要由1980年代講起。當時亞 B 係香港樂壇嘅天王級人物，作為溫拿樂隊嘅成員，佢同譚詠麟、彭健新等一齊紅遍亞洲。亞 B 高大英俊，歌聲迷人，粉絲多到數唔晒。1987年，溫拿樂隊去加拿大巡演，亞 B 喺多倫多邂逅咗張小慧。張小慧出身書香世家，父親張建國係加拿大中文電視台嘅創辦人，家境富裕。佢自細含住金鎖匙長大，氣質優雅，長得靚女，係典型嘅千金小姐。佢哋相遇嘅一刻就好似命中注定。張小慧當時只有24歲，正值青春年華，對亞 B 一見鍾情。亞 B 亦被張小慧嘅美貌同氣質吸引，兩人迅速陷入熱戀。張小慧後來喺訪談中承認，自己當時係個徹頭徹尾嘅戀愛腦，完全唔顧父母反對，一心憧憬愛情，就決定嫁俾亞 B。1988年，佢哋喺香港高調結婚，婚禮奢華，轟動全城。當時媒體形容佢哋係神仙眷侶，兩人一齊出唱片、拍廣告，甚至合唱咗《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》，甜蜜到爆燈。婚後，佢哋育有一子一女，兒子鐘家俊約35歲，同女兒鐘家晴約30歲。亞 B 忙於事業，張小慧則專注家庭同時裝生意。表面上一切都完美無缺，張小慧愛買名牌珠寶，出手闊綽，被人封為香港第一拜金女。但當時亞 B 收入豐厚，完全負擔得起。佢哋住喺豪宅，開名車，生活奢華得令人羨慕。呢段時期係佢哋關係最甜蜜嘅階段，恩愛得像童話故事。但可惜好景唔長，風暴即將來臨。1997年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，香港樓市崩盤。亞 B 同張小慧早年一齊投資房地產，本以為穩賺唔賠，點知風暴一嚟，佢哋欠下巨債逾2億港元。亞 B 嘅演藝事業亦受影響，收入大減，但張小慧嘅消費習慣未改，繼續買。據亞 B 後來自傳《麥當勞道》透露，張小慧揮霍無度，令佢負債累累。呢個時候，佢哋嘅關係開始惡化。更雪上加霜嘅係，張小慧被傳出婚外情。1996年，媒體拍到佢同有婦之夫陳耀文、白頭翁約會。陳耀文當時係富商，妻子鍾碧澤患癌。呢段緋聞令公眾譁然，亞 B 忍唔住公開表示失望。張小慧否認出軌，但關係已回唔到從前。1999年，佢哋正式離婚，結束11年婚姻。離婚時，亞 B 欠債嚴重，2002年宣布破產，需還債4年。張小慧則帶住兒子去美國生活，女兒跟住父親同繼母范姜素貞。離婚後，恩怨正式開始。亞 B 喺訪談中多次暗示張小慧係導致佢破產嘅元兇，話佢拜金同揮霍。張小慧則反擊，話自己從未依附他人，婚姻期間靠寫專欄賺錢支付開支。佢哋隔空開火，公眾分成兩派，有人同情亞 B， 有人覺得張小慧係受害者。呢段債務恩怨成為佢哋關係嘅第一道深溝。離婚後，子女成為最大受害者。鐘家俊一度跟母親去美國讀書，但後來返港。鐘家晴則跟父親同范姜生活。范姜係亞 B 嘅第2任妻子，兩人愛情長跑17年，2014年結婚。
范姜對繼子女視如己出，鐘嘉晴公開話范媽媽更痛我，兩人感情深厚，每年母親節、生日都一齊慶祝，甚至上內地真人秀。媽媽你真好看，鐘嘉晴感動剖白：我媽媽指范姜20幾歲就在照顧我和哥哥，很辛苦，我很想謝謝她。但張小慧同子女嘅關係卻漸行漸遠。2011年，張小慧妹妹張小婉同范姜發生衝突，鬧上警局。張小婉指范姜對鐘嘉晴不好，張小慧從美國返港報警，話想保護女兒。當時16歲嘅鐘嘉晴喺 Facebook 發文怒斥張小婉編故事，力撐范姜。姨姨，范姜由寵愛我們及保護我們，我現在16歲，我不需要他。張小慧任何保護，至少7年沒見過媽媽。他搞新聞，呢段言論成為子女公開反擊生母嘅經典事件，母女關係徹底鬧僵。鐘家俊亦傳出要同張家斷絕關係。據媒體報道，子女多年來態度一致，親近范姜，疏遠張小慧。張小慧喺2026年訪談中罕有談及呢件事，承認我不是合格的媽，但我有我的苦衷，並指離婚後曾被前夫剝奪探視權。想見孩子都見不着，跟被藏起來了一樣。佢憶起某年聖誕節訂好酒店等子女，但等唔到人，電話又唔通，獨自痛哭一晚。呢段訪談令舊事重提，有人同情張小慧，有人質疑佢當年婚外情在先。亞別被問及時，只冷笑回應：已經30年嘅事，真實性又唔知。子女同父異母嘅兩個妹妹，中意中國，相處融洽，一家和樂，但張小慧卻孤單喺美國。呢段親子恩怨係佢哋關係中最心痛嘅一部分，子女嘅不認母成為永遠嘅傷疤。離婚後，亞別經歷低谷，但靠范姜支持，慢慢翻身。佢還清債務，重返樂壇，開演唱會，事業重生。范姜係台灣名媛，溫柔體貼，陪亞別走過最難嘅日子。佢哋一家5口，包括2個細女，幸福美滿。亞別喺自傳中感謝范姜，話佢係生命中嘅救星。張小慧則轉戰時裝界同內地帶貨。佢喺美國進修戲劇，後來返亞洲發展，憑對時裝嘅獨到眼光，成為初代貴婦 KOL。62歲嘅佢保養得宜，氣質出眾。接受魯豫訪談時，留長髮穿米白外套，完全唔似真實年齡。佢澄清自己從未拜金，話婚姻期間靠自己努力維持生活。佢承認後悔嫁亞別，話24歲時太戀愛腦，最痛苦的是沒有選擇的人生。但恩怨未止。2002年，張小慧母親公開訴亞別7宗罪，包括拖欠學費、教子女打麻將、車上發現安全套等。張小慧亦話嫁錯郎，亞別唔係稱職爸爸。亞別反擊，話張小慧毀咗佢人生。呢段隔空罵戰持續多年。張小慧同陳耀文嘅關係亦成焦點。陳耀文破產後，佢哋分手，張小慧獨自奮鬥。最近2026年訪談令恩怨再起。張小慧話被剝奪見子女權利，亞別佢回應話呢啲真實性又唔知。公眾討論激烈，有人覺得張小慧翻舊賬，有人同情佢母子分離嘅痛。講深層，恩怨源自張小慧嘅婚外情。1996年，佢被拍到同陳耀文約會，陳妻鍾碧澤癌逝後，佢哋公開關係，但陳耀文亦破產，兩人分手。呢段情令張小慧形象大損，被指第三者。亞別喺書中寫，張小慧拍3級片，桃色，令子女喺學校抬唔起頭。子女後來公開反對生母，鐘嘉晴話7年冇見媽媽，鐘家俊痛斥張小慧野蠻母親。張小慧妹妹張小婉同范姜嘅衝突更火上加油。2011年，張小婉指范姜虐待鐘嘉晴，范姜報警，鐘嘉晴怒斥張家老鼠家庭，兄妹齊斷絕關係。張小慧好友盧覓雪撰文指鐘嘉晴想見母親但被阻，
亞比女兒反擊，話盧覓雪食古不化。呢段家庭醜聞牽涉多代。張小慧母親訴亞比罪狀，亞比話張家干涉，恩怨如雪球，越滾越大，子女成夾心餅。呢段恩怨已持續近30年。亞比翻身，家庭幸福；張小慧事業有成，但親子疏離。2026年訪談，張小慧話心痛子女捲入大人矛盾，亞比冷笑避談。子女態度一致，親泛姜疏張小慧，短期內難和解。反思嚟講，呢個故事係愛情、金錢、家庭嘅警示。戀愛腦嘅浪漫遇上現實風暴，就變成恩怨。張小慧後悔太早婚，亞比感慨被毀人生。但最慘係子女喺恩怨中成長，失去完整家庭。或許時間會沖淡一切，但目前呢段情仇仲未完。希望佢哋有朝一日能放低過去，為子女着想。